各位午安，歡迎大家參加梁其之教授新書《新南方的想像》嘅專題講座。講座咧係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同埋一本讀書會合辦。我係出版社嘅編輯余敏聰。我哋都感謝今日大學書店借出呢個嘅場地。梁其之教授係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嘅歷史學博士，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嘅榮休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佢無論喺中文、英文、法文，梁教授都有好豐厚嘅著述，喺中國嘅醫療史、社會史同埋近代史嘅領域都影響深遠。喺國際學術界裏邊，喺呢本書《南方的想像》裏邊咧，梁教授將呢個眼光聚焦喺佢成長同埋佢生活嘅華南，通過整理佢過去10幾年喺陸陸續續撰寫嘅論文，考察明清以嚟嘅醫療、疾病、藥材、慈善、宗教等等好別開生面嘅主題，有系統咁嚟到去想像同埋反思近世嘅華南。而其中一個頗有趣嘅案例咧，就係今日佢要為我哋講解嘅19世紀廣州嘅牛痘事業。交俾時間俾佢之前咧，都想問一問大家，請問在座有沒有你完全聽不懂粵語的？你可以表示一下。OK， 一位兩位。你願意挑戰一下，在這個講座裡面有進步嗎 ？OK， 我覺得也交這個時間給梁教授，就看大家能不能就從粵語或者普通話來交流，因為我們在香港也可以就用這個不同的語言來交流。如果你想挑戰一下的話，我覺得也讓這個自由交給梁教授，用你最順暢的語言來跟大家分享，然後在梁教授分享之後，其實都有一個Q&A 嘅時間，咁亦都之後梁教授都會留步為大家簽書嘅。咁以下將時間交俾梁教授，我哋以掌聲歡迎佢。好多謝。好多謝大家今日下晝咁熱走到嚟呢度聽我講嘢。咁不過好在呢度就涼涼地，咁大家都即係聽得下，應該就唔會瞓着覺㗎啦。咁我今日講呢個題目咧，就係、其實我呢篇文已經寫咗十幾年前㗎啦，係我好中意嘅其中一篇論文。因為我開始寫嗰陣時，我對呢個題目我有少少興趣，但係我唔係咁深入了解佢裏邊嘅歷史過程。但係當我入咗去做研究之後咧，我就覺得佢實在係一個非常有趣嘅問題。我相信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想繼續喺呢個題目上邊發揮嘅話咧，仍然有發展嘅空間嘅。咁但係今日咧，我就係按住我10幾年前寫嗰篇文，同大家簡單啲講一講我嘅心得啦，對呢個問題嘅心得。我坐喺度講好唔好啊？係。呢個係PowerPoint，呢度係相，呢度係錄。OK，好。聲音有啲少，係咪真係要對咪多啲睇到嘅？如果冇嘅，如果就喺嗰個在那個 panel 的呢邊調一下。我跟說一下。我中意我對呢篇論文有一個特別嘅點講啊，即係特別嘅喜歡，特別嘅我覺得好親切。點解咧？因為我雖然係一路做醫療史，呢個係一個醫療史嘅題目。方面咧就講嘅地方咧，接受外來嘅技術啊、外來嘅知識啊，有一種好開放嘅態度。呢個咧，我覺得係我寫咗呢篇之後，我深有感觸嘅。即係我覺得我睇研究中國其他嘅地方咧，我都冇咁嘅感覺。同時呢個華南呢個地方呢種對外嘅開放性咧，到咗我之後做其他嘅研究，或者係做更後期嘅研究咧，
係更加明顯嘅。OK，咁我就開始講呢個題目啦。呢張台我不如可唔可以擠埋啲，等我擠個廣告。Thank you。咁咧呢篇文咧，我就係一開始就用一個例咧，就唔係廣東嘅，係魯迅喺上海。咁啊，上海大家都覺得係一個中國最洋化嘅城市。咁呢個係特別係19、20世紀初嘅時候係咁嘅。咁所以我亦都點解鼓勵大家睇多啲魯迅嘅小説，因為佢嘅小説裏邊咧好多日常生活嘅細節咧係極之有趣嘅。咁我寫咗嗰啲有趣嘅嘢咧，令我突然間眼前一亮嘅。我哋譬如話研究之前有啲外國學者研究白糖，認為即係發覺咧白糖其實好耐一路到20世紀好遲咧，都係一種貴族嘅食物。咁咧你啲一般人係食唔到嘅。咁佢呢個白糖呢個歷史係好有趣嘅。咁我就淨係睇過西人寫嘅白糖嘅歷史，冇做過。中國都有人研究白糖，但係冇從呢個日常食物嗰個角度嚟睇。咁但係魯迅嘅小説裏邊咧就有，譬如話喺酒樓上，好似係嗰篇咧，就提到一個細路哥，佢有白糖食，咁佢就話呢個細路哥咧一定喺屋企好富有㗎啦。即係呢一類咁嘅細節咧，喺魯迅嘅小説裏邊咧成日出現嘅，我覺得係非常之有趣嘅。咁我呢個牛豆又係啦，咁我就係睇到佢嗰篇寫佢自己種豆，佢種豆嗰個嘅日期咧就已經好遲㗎啦，即係20世紀1930年代佢種咗細佬哥。咁佢話佢種豆嗰時仲記得嗰個仲同佢種豆嗰個人嗰個樣係點，講啲話佢又唔識聽，佢話咩人嚟嘅咧咁即係咧，然後佢跟住咧就話原來嗰陣時上海已經有種豆嘅人啦，咁可見咧上海係一個好文明嘅地方，係可能係中國最文明嘅地方。咁佢完全唔知道咧，種豆呢件事就唔係喺上海開始嘅，就係喺廣州開始嘅。咁所以呢種我哋讀小説或者讀其他嘅文獻嘅時候睇到呢啲咧，就覺得特別有趣。點解會有啲咁嘅時間上嘅誤差，或者唔同嘅人對一啲事情有啲唔同嘅睇法啊咁樣。咁所以呢個我就用呢個故事咧，就嚟引出我呢個牛豆嘅研究。咁我今日講呢段故事咧，我就唔想點講啦，我唔想太學術性咁去講佢，我想輕鬆啲將佢講成好似個古仔咁樣，好似一個大家好似好熟悉嘅廣東有個古仔，或者香港有個古仔，即係橫琴嗰個古仔。咁咧從呢個有趣嘅古仔裏邊咧，我哋可以諗到其他有意思嘅問題。咁好啦，咁我就睇下先，係咪撳上邊嗰粒仔啊？呢個OK。咁咧呢個咧就係我想呢篇文咧，我主要係想睇下呢一個所謂新嘅醫術喺19世紀嚟講咧，佢係一個好新嘅發明嚟噶嘛，喺英國開始噶嘛。佢點會俾一個中國接受？因為全世界啲人都覺得中國人好保守嘅，你俾啲新嘢佢會抗拒嘅。咁佢點解會接受呢樣嘢咧？咁我就睇呢個接受嘅過程，佢反映咗廣州社會一個咩嘢，或者廣州嘅社會或者廣州嘅文化有咩特別嘅地方咧？咁呢個係我覺得我呢篇文一路喺度追蹤嘅一個問題。咁然後咧，即係呢個牛豆喺嘉慶道光年間喺廣州嘅快速發展，佢反映嘅係一個乜嘢嘅社會特色咧？即係呢個係廣州作為一個都市，佢點解咁
會咁開放對一啲外來嘅大家唔熟悉嘅嘢咁開放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我喺呢篇文裏邊我一路要問嘅一個問題。睇下先，我有冇整漏咗先？好，咁咧呢有關牛痘進入中國，經過廣州進入中國呢個故事咧，最早俾記錄落嚟嘅咧，就唔係啲廣東人，就係個啲英國人。最早嗰個咧就係英國嘅海關官員叫做馬士，呢個 H.B. Moss， 佢寫嗰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嘅編年史。咁呢個係西人最早記錄呢個過程嘅。咁佢特別提到咧，佢話喺1802年左右，即係19世紀開頭嗰2年，就有一個東印度公司有一個外科醫生叫做皮爾遜 Alexander Pearson。咁呢個外科醫生咧就喺開始咧就喺澳門就進行一個牛痘嘅接種。佢呢個事實其實係好有趣嘅，因為喺皮爾遜引入呢個牛痘，喺澳門引入牛痘之前咧，有一個好出名嘅事情，就係咧西班牙個國王咧就組織咗一隊由細佬哥好細嘅細佬哥組成嘅一個隊伍。咁咧呢個隊伍係咩咧？就要環球全世界，就佢個任務咧。就係將牛痘呢個新發明咧，要傳播去全世界。咁呢個隊伍咧，就係叫做 Belmis Expedition， 中文咧譯做巴爾米斯醫療隊。咁呢個咧就係西班牙國王佢要做善事嘅要做一個善事。佢認為呢個係造福人類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醫療技術。你中咗牛痘咧，你就唔會出天花。當時細路哥因為天花而死嘅個數量係好多嘅，咁點解有個船拎住咁多細路哥咧？因為當時嘅技術咧就係未達到我哋可以將嗰啲牛痘嗰個漿啊，即係要種入你個手臂嗰個牛痘個漿咧係單獨存在，因為你耐咧佢就會變質就唔得噶啦。咁所以佢要一對細路哥，呢個種完呢喺一個細路哥手上種完咧，將嗰啲豆漿拎出嚟種喺第二個細路哥，然後第二個細路哥再種第3個細路哥，所以佢要好多細路哥喺個船嗰度一路輪流種，咁嗰個船咧就環遊全世界，然後將呢個種豆嘅豆苗咧就傳播到全世界。咁呢個係1802年一個好特殊嘅一個歐洲國家一個慈善嘅做法。咁所以咧呢個 Alexander Pearson 咧就喺澳門咧就做佢當時呢個 Pearson 佢點樣接種呢個牛痘咧？係點樣從一個細佬哥，應該佢都係從一個細佬哥手臂上種咗，然後咧等佢個豆出咗嚟啦，然後佢就將嗰啲豆漿再拎出嚟再種去第二個，都係從手臂到手臂咁樣種嘅。所以佢呢個做法咧都係同西班牙嗰個隊伍係一樣。但係西班牙隊伍咧就比佢仲遲一啲，咁 Pearson 咧就好早就咁樣做㗎啦。咁另外咧，喺 Pearson 佢做呢個種豆嘅手術嘅同時咧，佢就寫咗一本書仔，一個手冊，就教人點樣種豆，教人點樣保存個豆苗。咁呢個小冊子咧就係用英文寫嘅。咁1805年出版，咁呢個英文書咧，又喺啲廣州嘅行商嘅合作之下咧，就將佢翻譯咗做中文。咁呢個咧都係喺19世紀最初嗰10年就做咗㗎啦。咁佢先喺澳門做，但係咧真正產生影響嘅咧就係喺廣州嘅，因為啲商人主要係喺廣州，啲13行嘅商人係喺廣州。呢件事咧係基本上係同13行嘅商人
有直接嘅關係嘅，係佢哋支持呢件事，所以可以推廣出去嘅。咁當時13行嘅商人咧，當時13行嘅商人咧，佢哋種豆咧，就喺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喺廣州嘅公所做一個免費，所有嚟種豆嘅細路哥都係免費接受種牛豆嘅。咁呢個係一個係廣州商人支持呢個醫療運動、醫療慈善活動嘅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方法同埋地方。咁所以咧，呢個醫療活動咧，佢當然要牽涉到導師或者係醫生啦，但係更重要嘅一個角色咧，其實就係商人。你冇咗呢個商人嘅資助，或者冇咗商人去提供一個地方，或者提供佢一個政治上嘅關係嚟推廣呢件事咧，大概就唔會好成功㗎啦。咁但係呢個咧就喺澳門冇呢個條件，就係喺廣州有呢個條件。咁所以咧就喺廣州開始推動呢件事情。咁呢個事我睇下下邊嗰幅係乜先，然後跟住咧就係即係參與呢件事嘅主要嘅角色咧，頭先講到係導師啦、Pearson 嗰啲咁嘅人啦、商人啦，同時係傳教醫士。傳教醫士當時喺廣州已經有好幾個㗎啦。咁佢哋咧就係喺廣州度行醫嘅。咁有好多人對佢哋嘅歷史已經寫咗唔少嘅著作。咁我呢度我就唔重複啦。但係佢哋喺呢個種豆嘅歷史裏邊咧，都扮演咗好重要嘅角色嘅。至於官僚咧，就好有意思啦。我覺得呢個就係廣州作為一個城市嘅一個特色。佢啲官僚究竟佢個角色係咩咧？咁你喺啲文獻裏邊睇咧，嗰啲官僚冇乜嘢，你睇唔到佢做啲咩角色嘅。但係你睇到嗰個過程點樣推動嘅時候咧，你起碼肯定一樣咧，呢啲官員就唔會左手左腳嘅。佢想做乜，嗰啲商人想做乜，啲當地嘅廣東嘅種豆嘅人或者係廣東嘅醫生想做乜，組織啲乜咧，咁佢哋就做，就唔會我哋唔覺得嗰個官僚喺度阻擋任何事情嘅。所以雖然佢哋或者唔會出面去推動呢個事情，但係起碼咧，佢哋係好寬容許呢件事發生。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官僚喺呢一方面咧，就嗰個角色係好重要，但係我哋仲未係捉得好緊嘅。咁所以咧，譬如話到咗拉尾嘅時候，除咗廣州，喺其他嘅大都市，好似上海啊、北京啊，咁就冇咁開放嘅。呢個可能同佢哋當地嘅官員面對呢啲新事物嗰個態度係有啲關係嘅嚇。咁呢度我只係可以做一啲猜測，但係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呢個，我認為亦相當有趣嘅問題。嗱，咁我先講即係呢個種豆嘅過程嘅主要嘅角色啦。咁主要就係導師啦，邊個種豆嗰啲人啦。咁佢啲呢係咩人咧？同時佢哋種豆喺廣州，佢哋唔係將佢作為一個醫療行動嚟推進嘅。好多時候咧，佢係當佢做一筆生意咁，好似做生意咁。佢唔係開醫療所，佢係有各種嘅策略去推動呢樣嘢，同時佢可以賺到錢嘅。咁呢個商人嘅精神咧，就喺廣州呢個19世紀嘅廣州咧，就係好明顯嘅。咁呢個我就覺得呢個導師咧，就係一啲好有趣嘅人啊！佢哋有醫療知識，但係佢哋主要嘅任務咧，其實就係賺錢。嗱，種豆對佢嚟講係一個好有好即係可以等佢哋賺好多錢嘅一門事業嚟嘅。咁佢哋作為導師，作為推動種豆呢件事咧，佢哋需要一啲
可以講係生意上嘅策略，點樣建立佢哋嘅信用？大家點解唔揾呢個導師，揾另外一個導師咧？咁佢哋有各種唔同嘅策略咧，嚟建立佢哋嘅信用，建立佢哋嘅聲望，嚟爭取佢哋嘅顧客嘅。咁呢個我都覺得係廣州呢個城市裏邊啲醫生嘅一個或者係導師嘅一個共同點嚟，或者你覺得哎呀咁俗氣㗎咁，即係其實又唔係嘅，即係如果佢唔咁做咧，呢件事係推動唔到嘅。咁所以呢個係廣東呢個地方，佢有一個好傳統嘅商業文化，呢個係對推動呢啲慈善事業、醫療嘅慈善事業咧，係有一種好正面嘅作用嘅。好啦，咁我哋睇下係啲咩嘢導師啦。嗱，第一個我頭先已經講咗啦，就係皮爾遜啦。皮爾遜呢個英國嘅外科醫生啦。咁佢咧就喺廣州做咗醫生一排之後，然後佢再記憶翻呢個喺廣州種豆嘅人。咁佢就話呢啲係咩人咧？咁佢就有咁嘅描述，因為啲中文資料反而冇咁多，喺佢嗰個英文嗰個著作裏邊咧，反而提到喺廣州嘅導師係咩人？佢哋話 The class of Chinese who are now the vaccinators are generally taken from those who are or have been employed about the British factory。嗰啲種豆嘅人咧，其實就唔係啲中醫嚟嘅。佢話主要咧係咩咧？係喺商行，即係喺英國嘅英國即係喺廣東13行嘅洋行裏邊做嘢嘅一啲僱員嚟嘅。即係佢哋因為呢個種豆呢件事係同嗰啲洋行有密切嘅關係，啲洋商將呢件嘢引入嚟，咁啲中國嘅僱員就馬上得到呢啲資料咧，咁佢哋咧就學咗呢個種豆嘅知識，同時學咗點樣做，咁就變咗咧喺廣州種豆嗰啲人咧就係呢啲人，佢唔一定係醫生，佢只係洋行嘅一個僱員，但係佢學咗呢個知識，學咗呢個技術之後咧，佢就去種豆賺錢啦。咁呢個就係 Pearson 嘅觀察，佢應該冇錯噶啦，因為佢自己係同嗰啲行商、同嗰啲英國嘅商人亦都有密切嘅關係嘅。咁除咗呢啲英國人推動呢個種豆之外咧，另外一個關鍵性嘅人物咧就係邱希。邱希呢個咧就係喺廣東最有財力同埋最有實力推動牛豆接種嘅一個人啊。咁佢寫嗰個引豆略，佢種豆之外咧仲著書寫咗本引豆略，1817年就出版嘅。咁然後佢咧就話點解佢會識得呢件事咧？佢話佢當時咧就喺澳門做嘢，佢聽到種豆呢件事就係 Pearson 啦，種豆呢件事，咁咧就自然得到呢個知識，咁然後去推動啦。佢係咁樣敘述佢當年佢1805年喺澳門嘅時候聽到呢件事，就開始推動呢件事嘅。呢個就係邱希。咁咧，於是咧，洋行好善諸公，以此如識此，屬於會館士師其事歷十數寒暑。因此咧，佢就喺1805年到1810年開始咧，就推動呢件事啦。就喺廣州推動呢件事，啲人有關嘅，完全係同啲西人有關嘅。咁呢個就係邱希。咁我就唔知道，如果喺呢個洋行，如果喺其他嘅中國都市會唔會有同樣一個好似邱希咁嘅人咧？我就唔知啦。但係喺廣州咧，邱希呢個人咧，似乎係我哋會想像佢係即係廣州一定有個咁嘅邱希咁嘅人嘅。佢見到有啲咁嘅事，即刻去做，然後可以賺錢，然後繼續推動。咁佢係咪為咗佢個目標係咩咧？係為咗賺錢定係醫療咧？我哋唔清楚。但係佢個結果就係將呢件事做成功嘅。咁另外一個人物咧，就係一啲傳教士醫生啦。呢個加約翰 John Kerr 咧，
喺廣州醫院咁嘅一個主診醫生嚟嘅。咁佢咧喺佢嘅醫報裏邊就有咁樣嘅記載，佢話醫院裏邊嘅學生，即係佢嗰啲傳教醫生喺廣州咧，佢哋就睇病啦，同時佢哋亦都訓練當地嘅學生，啲廣州青年人去教佢哋西醫，教佢哋醫病嘅。咁佢就話醫院嗰啲學生咧都被鼓勵去種豆，即係同人哋種豆。咁呢個係，所以除咗 Pearson， 除咗休希啲人之外咧，仲有當時喺廣州行醫嘅英國或者美國嘅傳教士商人嘅。咁其中 John Carr 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咁然後喺個海關報裏邊，我睇到另外一個資料咧，就係話到咗1870年，即係差唔多已經70年之後啦嚇。咁我話廣州裏邊咧，大概有50到60個職業醫師啦、豆師啦，即係70年之後已經有咁多啦。咁廣州有一半嘅細路哥已經種咗豆啦。咁呢個係一個喺當時嘅情況嚟講，係一個好快速嘅發展嚟嘅啊。咁呢個係我覺得亦都係值得大家去諗下點解會咁犀利啦嚇，廣州。咁好啦，咁我跟住咧我就講下呢個種豆作為一個生意，我就覺得呢個係好有趣嘅問題。咁啲唔同嘅人，即係參與種豆嘅人，唔同嘅人咧，佢哋有唔同嘅立場嘅。咁其中頭先講咗 Pearson 啦，咁呢個外科醫生，佢1812年就佢就咁寫，佢話如果中國豆師喺廣州同埋附近嘅地區廣泛地施種，或者到個別地方施種咧，等佢哋嘅名成利就咧，就對傳播同埋保存豆術而言咧，未嘗不是好事。一定要等啲人賺錢，先至可以等呢個技術可以傳落去。咁連佢都睇得出啲廣東人係咁樣做嘢嘅。你俾佢有錢賺，佢係同你做噶。咁呢個係佢嘅睇法。然後 John Kerr 咧就呢個係美國嘅傳教士醫生啦。咁佢就話，佢都話佢話當地即係廣州啦，有幾個醫師賺咗大錢。最早嗰幾個豆師咧，亦都得到民族英雄嘅美譽。咁所以咧，啲豆師咧，確實係好識得透過呢個種豆去賺錢，同埋得到一種名譽嘅。咁呢個咧亦都係，但係嗰啲外國人、啲美國人啊、啲英國人，亦都唔覺得呢個有啲咩唔妥嘅，就覺得咁樣就係好噶啦。因為如果你唔係咁咧，呢件事情就唔會被推動噶啦。咁講到賺錢，我哋就要睇下點樣賺法啦。咁 Benjamin Hobson 咧就係另外一個美國嘅sorry 係英國嘅一個傳教士醫生啦。咁佢喺1850年廣州，佢就話喺1850年咧，廣州大部分嘅人咧，啲細路哥咧都種咗豆噶啦。咁佢就話嗰啲商人咧認為廣州幾乎所有細路哥已經種咗牛豆，咁佢就問嗰啲豆師大概種豆要幾多錢啊？咁佢就話每一次種豆都要呢個錢，係當時嚟講係一個比較高嘅費用嚟嘅。所以但係咧都有啲人去幫襯佢哋，然後種豆，等啲人可以賺到錢啦。咁所以咧另外一個觀察咧，就係嗰啲無論係嗰啲西人，即係啲英國人也好，啲美國人美國啲傳教士也好，佢哋觀察到嘅咧就係有啲廣州嘅有錢人咧，就將佢當做一個可以好賺大錢嘅生意嚟推動嘅。咁佢哋賺大錢嘅方式係點樣樣咧？點樣賺錢咧？咁呢個 John Kerr 就提出一個例子，佢睇到個例子，佢話廣州東郊一個有錢嘅人就建立咗一個學生喺順德大良受僱施種。廣州有一個有錢人建立咗一個醫豆館，用咗一個我哋以前嘅學生，即係喺 John Kerr 嗰個醫務室裏邊訓練嘅一個學生，
就喺佢哋嗰度咧，喺嗰個喺嗰個廣州東郊嗰個豆館裏邊咧，就實行種豆。咁我哋另外一個學生咧喺順德大良亦都受雇施種，咁啊用佢嘅咧就係當地一個富人嘅組織。咁所以好明顯咧，呢啲喺美國、英國醫館，即係啲傳教士醫館學習西醫嘅學生咧，佢哋同時學習種豆，然後咧當地廣州嘅有錢人咧就請佢哋去種豆，然後咧就以呢個嚟賺錢嘅。咁所以我哋見到一個好點講啊，一個好無縫嘅接軌，即係你有啲西人就將呢個技術引入廣州，咁然後咧呢個技術咧就俾由呢個喺廣州嘅行醫嘅英國醫生也好、美國醫生也好，就係教佢哋啲學生點樣去做。咁做咗之後咧，啲廣州嗰啲有錢人咧就發覺呢樣嘢好好啊，我不如嚟賺錢啦，咁就用咗呢啲學生去賺錢。咁呢件事咧就喺廣州度好快咁推動出嚟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醫學同埋呢個經濟嗰個經濟效能嗰個結合而推動呢個種豆嘅事業。咁點解廣州嘅有錢人樂於建立種豆館嚟嗰啲種豆館係免費種豆嘅喎？咁如果佢想賺錢，點解要免費種豆呢？就呢個就係一開頭我講嗰個西班牙國王一對小朋友喺個船嗰度將呢個種豆嘅技術傳達去全世界呢個故事啦。因為咧呢個種豆館咧，佢係同啲好窮嘅細路哥種豆，就免費同佢哋種豆。但係佢哋嘅呢窮嘅細路哥種咗豆之後咧，佢哋一定要將佢哋已經發咗嗰啲豆咧個豆漿捐翻出嚟俾個種豆館。咁嗰啲種豆館嗰啲人就可以用呢個豆漿去同嗰啲有錢人嘅細路哥種豆。因為啲有錢人嘅細路哥，你同佢種咗豆咧，通常佢就唔願意，啲父母就唔願意你喺佢個手臂度攞咗豆嚟種其他嘅人嘅，因為佢覺得會傷害個細路哥嘅身體嘅。咁所以咧，呢啲有錢人佢哋賺錢嗰個方式就係好直接啦。我同啲免費同啲窮嘅小朋友種豆，然後喺佢哋嘅手臂度取豆漿，咁然後同啲有錢嘅細路哥種豆，就同嗰啲有錢細路哥嘅父母就攞錢就賺錢，就係咁樣嘅情況。所以呢個係所謂嘅 from arm to arm 嘅種豆方式，呢個係種牛豆初期唯一保存豆漿嘅方式嘅，因為我哋嗰時又冇冰凍啊，又冇其他嘅技術嚟保存呢個豆漿嘅新鮮度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廣州種豆嘅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好有趣嘅方式嚟建立一個可以賺錢嘅事業啊。咁好啦，咁啊頭先我哋講到我提到咧種豆喺廣州種豆，其中一個關鍵人物咧就係邱禧，佢係最早成立一個豆館嚟種嘅人。咁咧1860年咧嗰個加約翰咧就訪問呢個邱廠係佢個仔，咁咧就見到嗰個邱禧佢屋企，即係邱禧已經係佢個屋企咧就係種豆家族嚟㗎啦。咁佢哋咧同人種豆咧，周圍傳啲傳單嘅。咁嗰個傳單咧，咁啊 John Carr 問呢個邱廠，咁佢嗰個見到傳單佢點講咧？嗰啲傳單傳出去咧，佢話咁講嘅，我用即係邱禧屋企用嘅豆漿咧，係直接嚟自於行商，即係外國人嚟嘅，外國人俾呢啲豆漿我哋嘅，即係佢已經肯定咗我呢個來源係好可靠㗎啦，係啲西人㗎，你啲唔係啲本土嘢㗎，我係西人俾我嘅呢啲嘢。見到佢嘅，然後咧做施種之前咧，有專人審視受種小兒是否有麻風。咁呢個麻風咧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對廣東人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威脅嚟嘅，因為麻風病咧
喺19世紀、20世紀咧初咧係一個傳染性好強嘅病，同時喺廣州係非常之傳播得非常之廣嘅。咁所以啲人咧就好怕，如果你中嗰個細路哥係有麻風嘅話咧，你喺個身上攞咗個豆漿，可能你傳染麻風㗎咯喎。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威脅。咁所以佢哋喺個傳單嗰度就寫：我哋有人審視呢個小孩子是否有麻風，冇我哋先至同佢接種，同時喺手上攞啲豆漿出嚟嘅。咁如果你要揾我施種嘅咧，你就請佢舞蹈，即係佢嗰個醫務所嗰度。所以嗰陣時佢哋已經咁樣做生意㗎啦，休喺屋企係咁樣做生意賺錢㗎啦。佢傳好多傳單，然後吸引好多人同佢哋種豆，即係要確定我哋啲豆漿係安全嘅。咁所以呢個就係頭先講過緊呢個傳種嘅技術性問題 ，from arm to arm， 因為當時冇技術可以保存喺身體之外保存呢個豆漿嘅新鮮度嘅。所以另外一個美國浸信會醫療傳教士又喺廣州行醫嘅，佢都係咁講，佢話中國豆業咧一定要僱用貧家小兒嚟傳種。啲貧家小兒係被檢查咗係冇麻風，然後咧你就可以同佢施種之後咧，你就喺個身上邊提取呢個豆漿繼續傳種落去咁樣嘅。咁所以為貧兒免費施種咧，實質上咧佢就唔係一個單純嘅慈善事業，係傳漿嘅必要嘅成本嚟嘅，係種豆生意其中一環嚟嘅。好啦，咁呢個豆師咧，或者係種豆呢個生意咧，咁佢亦都需要啲其他嘅商業手段嚟等佢呢個事業可以繼續有所發展啦。咁佢要建立佢嘅信用同埋佢嘅聲譽啦，作為佢嘅策略。佢哋點樣做呢件事咧？咁咧最緊要咧就係喺廣州呢，佢完全係用本土化嘅語言嚟推廣種洋豆嘅。咁同時咧，啲豆師咧就創造個人技術上嘅特色。頭先我哋提到啦，佢要喺細路哥嘅身上種豆啦，咁然後拎豆出嚟啦，咁然後佢哋點樣呢個技術點樣可能有一個個人技術嘅特色咧？咁呢個就係嗰啲豆師有好創新性嘅想法啦。咁同時佢哋亦都建立咗豆術嘅正統同埋權威。喺廣州佢有個正統同埋權威嘅。第一，種豆種牛豆，但係佢引入咧中國針灸嘅概念，即係將中國或者係廣州傳統嘅針灸或者其他嘅概念、身體嘅概念咧，就加入去，咁等啲人可以信服嘅。胎毒嘅概念。佢就將胎毒嘅概念，我諗胎毒大家如果係廣東人，或甚至係廣東人以外都有呢個概念咧。即係但係啲醫生梗係話你細個一出世嗰陣時有啲胎毒嘅，咁你慢慢將啲胎毒引大咗之後，慢慢將啲胎毒引開，咁你引出嚟你先至唔會生病。咁所以咧，啲廣東嘅豆師咧，通常咧就同啲細路哥種好多個豆嘅。我唔知在座比較年輕嘅朋友有冇種過牛豆啦？好似好多，好似最近都冇乜人種牛豆啦。我哋嗰陣時細個咧，年年都要種牛豆嘅。咁我哋通常都係種一粒嘅啫，喺個手度。但係喺嗰陣時喺廣州咧，嗰啲豆師咧就同啲細路哥種4粒到10粒。佢哋個講法就係咩咧？你唔種咁多咧，佢哋認為種豆點解有效咧？即係種咗豆，你啲胎毒就俾引出，咁所以你先唔會出天花，係咁嘅概念嘅，同西方嘅種豆個概念係完全唔一樣嘅。咁所以咧，佢哋就要種好多豆，咁種好多豆邊佢可以賺到錢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胎毒嘅概念啦。同時種豆之後咧，有好多嘅保養嘅方子，即係你睇中醫做咗任何一種小嘅手術，
嗰啲中醫通常之後療後咧都俾好多藥你食啊，或者叫你食好多保養品啊咁。咁呢個又係嘅。咁佢哋就用傳統嘅種人豆方式之後保養嘅方咧，就加入咗去佢哋種牛豆嗰個方法裏邊嘅。同時咧，亦都加入咗麻風傳染呢個顧慮，即係我哋喺廣州種豆咧，一定要避免接觸呢個麻風病人嘅。咁呢啲真係好本土化嘅一種方式，即係呢啲咧，你叫啲西人，佢哋都唔知你做乜㗎啦呢啲。咁即係啲豆師自己加入去呢個種豆嘅技術嘅一啲本土嘅意識、本土嘅技術、本土嘅概念咁樣嘅。咁所以佢哋先成功。咁呢個就係一個例子啊！呢個就係邱希嘅有關種豆嘅，佢寫咗本冊子，咁有啲插圖。咁呢啲嗱，佢右左手邊嗰幅圖咧就係嗰個刀係咁樣樣，但係右手邊咧佢又好似啲尺咁樣樣，就幫你量度，即係量喺唔知邊度。點解要量喺即係確定你嗰個地方種豆先啱咧？因為呢個係啱嘅穴道。即係佢用針灸嗰個穴道嘅概念咧，即係嚟種豆。咁所以呢個咧又係佢自己創出嚟個方法，即係原來種豆係冇呢樣嘢嘅。咁你即係將呢個種豆嘅方式好有技巧咁將佢本土化咗，咁可以吸引多啲病人，亦都等啲病人安心。咁咧，佢哋亦都同時咧自己創立咗一啲新嘅做法，譬如話，種咗豆，你將啲豆漿拎出嚟，擠喺個罌嗰度。嗰個罌嗰個樣咧，佢哋都會有種自己一個設計嘅方式。個盒係點樣樣，用啲咩材料嚟做嗰個盒。咁呢啲都含納喺佢啲豆書裏邊咧，解釋得好清楚。所以佢哋變咗係自己設計咗一套方式嚟推動呢個種豆嘅。咁所以喺技術細節上咧，頭先講嗰啲所謂新意咧，就將呢種即係本來係好似個好簡單嘅手術咧，就將佢加上好多個人嘅風格，咁咧成為每一個豆師嘅賣點。即係譬如話我將嗰個罌又唔一樣嚇，我量度又唔一樣，我俾你食嗰啲藥又唔一樣，我叫你預後即係種完豆之後要點樣做又唔一樣，所以每個豆師都有自己一套嚟賣佢嘅技術。呢一樣咧，我都覺得係唔係屬於呢個醫生嘅心態，係屬於一個商人嘅心態。即係呢個我係一直想強調嘅。咁同時咧，呢個種豆嗰個正統同埋權威咧，佢哋都要佢哋要建構呢個正統同埋建構呢個權威嘅。第一就係來自外洋嘅正統，即係當時人都知道呢個技術係來自西洋㗎啦。咁咧，所以佢哋一定要證明自己嘅技術嘅來源係來自於啲洋商，咁先至得到啲病人嘅信任嘅。咁所以同洋商個關係咧係好緊要嘅，佢哋一定要證明到呢一樣嘢。邱希係最早一個學呢個牛豆嘅人，咁佢咧成日喺佢書嗰度就係咁講啦。呢個方法咧係我最先得到嘅，咁我第一名㗎啦。我嗰個權威係無可，即係呢個係佢個權威嚟㗎啦。佢個來源係個權威。咁邱希咧係特別強調呢樣嘢嘅。咁其他嗰啲人係點咧？你唔係個個都係邱希係同啲西人學㗎嘛？咁其他啲廣東嘅人咧就話：我呢樣嘢係從邱浩村先生嗰度學，從邱希嗰度學嘅。咁從邱希自己已經變咗個權威啦，即係喺19世紀稍後之後，佢已經自己變咗個權威。咁佢亦都訓練咗好多人去傳授呢個技術啦。咁好特別嘅咧，就係有其中一個資料咧，就見到有一個洋人就去咗邱希屋企。咁邱希咧，除咗佢自己種豆之外咧，佢啲仔啊、佢啲孫啊，個個都種豆，即係佢個家庭事業嚟㗎啦。
咁佢屋企咧個客廳嗰度咧就放咗 Pearson 嗰幅相嘅，係 Pearson 教佢噶嘛。咁就即係好似拜祖先咁樣嘅，即係個 Pearson 就俾佢拜咗祖先啦。咁 Pearson 咧大概就係呢張相，咁就係喺屋企佢就拜呢個祖先啦，即係好有趣啊！咁呢個就係我哋啲廣東人嘅精神啩，唔知啦。咁所以牛鬥術咧就變咗一種家族嘅誓言，呢個係邱禧一個代表性，但係唔止邱禧之後咧，好多喺廣州嘅鬥師咧都自己即係成立嗰個中鬥術係一個家庭嘅事業嚟嘅，同時亦都傳到去外省嘅。嗱呢個就係邱禧個引鬥略啦。咁你見到邱禧啦，然後佢長男係個，然後長房孫、曾孫、元孫，成個屋企人都中鬥嘅。呢個係佢個家庭事業嚟嘅。然後 OK 呢個係鬥師啦。咁商人咧，商人嘅角色咧亦都好重要。頭先提到啦，呢個商人咧係包括咗西洋嘅三行嘅華商嚇。咁咧，譬如呢本書《英吉利國新出中鬥奇書》咧，就係 Pearson 即係嗰個第一個引進呢個入廣東嘅呢個外科醫生佢寫嘅。咁佢就有人翻譯咗呢本書。咁呢本書嘅翻譯咧，就係 Pearson 同埋行商一啲中國人一齊翻譯嘅，即係佢自己唔會寫中文噶嘛。咁就係佢哋合作就出版咗呢本英吉利國新出中鬥奇書呢本書。咁嗱呢度咧，你見到下邊咧，呢頁最拉尾嗰一頁咧，就係等我睇下呢度係佢咧就見即係佢話呢本書，你見我呢度睇得唔係好清楚嗰啲字咧，即係話有幾個西人嘅名用咗廣東話嗰個譯音譯咗佢嘅，一個就係呢個 Drummond 多林文，就係一個英國僑領嚟嘅，就係一個喺廣州住嘅英國人。另外咧就係 Pearson 啦，皮神外科醫生啦。另外就係 Staunton 斯丹東咧，係一個譯者。咁佢呢個譯者咧係同啲中國人一齊譯呢本書，咁就係呢個係成本呢個引鬥略嘅書最拉尾嗰頁就見到，即係啲西人嘅醫生同埋中國嘅商人咧，同埋中國嘅譯者咧一個合作嚟嘅呢本書。咁咧個問題就係咧，等我睇下呢度係咪先？係啦，就係呢，就係啦，就係 Drummond、Alexander Pearson、George Staunton。咁然後咧，最一個關鍵人物咧就係一個行商，就係鄭崇謙。呢個行商咧就係將呢個書可以出版嘅，因為你喺廣州出書咧，你必須有一個官方承認嘅一個人。出書呢啲西人出書咧，佢就好難印嘅。但係有一個人出面背書咧，你就可以印呢本書。咁呢個鄭崇謙喺呢邊扮演個關鍵嘅角色。係啦，即係當鄭崇謙咧當時喺澳門，咁就答應咗Pearson 咧將呢本書譯做中文，同時咧。喺佢個洋行，喺鄭崇謙個洋行作為一個發行呢本書嘅人，同時咧，因為如果冇一個具公務員身份嘅中國人嘅背書咧，呢本書係冇辦法喺中國流通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洋醫同埋中國商人一個良好合作關係嘅一個證明。咁呢度咧有一個好有趣嘅故事咧，就係一個枝節咧，就係話譬如話邱禧呢個中鬥家族，佢喺廣州好出名，同時賺咗好多錢。咁
佢呢個賺錢嘅事業，頭先我哋都見到啲洋商，亦都觀察到好多喺廣州有錢嘅人咧，就亦都以種豆嚟賺錢。咁所以咧，其實呢樣嘢咧，就係有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咩咧？呢啲種豆嘅人，啲有錢嘅人，究竟佢哋係咪真係識種豆咧？嗰個技術係咪好咧？呢個係一個我哋而家唔知啊。但係你作為一個顧客，你有個細路哥，你想種豆，你拎佢去邊度種？咁其實係一個問題。你揾邊個種？你係咪信得過咧？咁邱熙咧，個孫咧，邱闖咧就係佢個仔咧，邱闖咧就185年嗰度就抱怨啦。即係當呢個種豆事已經發展到喺廣州好普遍嘅時候，就出現咗一個咩問題咧？就好有趣啊！呢個問題，佢話我近來我個名即係邱闖個名，成日俾人無恥地假冒。咁咧就所以咧用大家都話我係邱闖嗰屋企嘅，我同你種豆，咁佢就唔知點算啦。咁所以咧呢個賺錢嘅事，當佢係好賺錢嘅時候咧，就會引發呢啲咁嘅問題。咁有好多人假冒邱闖或者假冒其他有名嘅種豆師咧去呃人啦。咁呢個就係一個枝節嘅一個幾好笑嘅笑話啦，可以咁講啦。咁好啦，除咗賺錢之外咧，咁事實上咧，種牛豆咧喺啲洋商嘅呢個組合裏邊咧，佢仍然係一個行善嘅行為嚟嘅，即係佢哋願意為廣州嘅細路哥咧免費種豆嘅。咁呢個種豆嘅地方係喺邊度咧？咁又係有趣啦。咁佢個種喺洋商為廣東兒童免費種豆，同時係肯定唔係啲呃人嘅種豆。個地方喺邊度咧？就係佢哋個行商嘅公所，就係呢個公所。呢個洋商嘅公所咧，通常係啲洋商或者啲行商，佢哋有啲重要嘅生意上嘅問題、政治上嘅問題要解決嘅時候，好似一個法庭咁樣樣喺嗰度，喺個商會裏邊開會，做一啲重要嘅決定嘅公共嘅決定嘅。咁所以同啲細佬哥種豆咧，又係呢個地方，即係要標榜呢個成個行商嘅一個權威啦。咁呢個就係亦都係呢個行商嘅呢個會所嘅一個特別嘅象徵式嘅作用啦。咁呢個就係呢個大堂嚇呢個嘅外邊，即係對住珠江呢個地方，我哋睇見後邊好大嗰間屋咧，就係佢個外觀啦。咁係一個好堂皇嘅一個建築物嚟嘅。咁所以同細佬哥種豆咧，就係嗰個地方種豆嘅。咁除咗行商種豆，除咗啲邱熙訓練出嚟嘅人同埋邱熙個家族種豆之外咧，啲傳教醫士咧，亦都喺廣州種豆啦。咁其中我頭先提到嘅啦，呢個加約翰喺廣州醫院，加約翰咧喺廣州醫院咧，佢做咗好多手術啊，即係喺廣州做咗，即係一個好有名嘅醫生嚟嘅。咁好多人都寫過佢㗎。呢個 John Carr 嘅歷史係好有趣嘅。咁我都寫過一篇文係講係 John Carr 佢做各種嘅外科手術做嗰啲嘢係非常非常有趣嘅。咁佢喺佢嗰個醫務所咧，亦都同人哋種豆。另外喺佛山有一個醫務所，喺肇慶有一個醫務所，一係 Grace，然後梧州。咁好多地方啲傳教醫士咧，都同人哋種豆噶啦，喺19世紀。咁佢1867年佢嗰個醫係應該係 John Carr， 應該係佢咁講。佢就話醫院係全中國裏邊唯一長年提供豆漿嘅地方。所以廣州因為佢有一個傳統，同啲窮嘅細路哥種豆，然後就將佢哋啲豆漿拎出嚟，所以係一個繼續不斷咁種咧，佢一年咧就不斷咁有豆漿嘅提供噶啦。咁佢話係廣州醫院咧係中國唯一長年可以提供豆漿嘅一個地方。咁有關官僚嘅角色，即係我頭先已經講咗啦。我哋睇唔到佢哋好積極嘅一面，但係咧
佢哋唔積極嘅一面，即係乍睇唔到，或者佢哋唔理呢件事咧，其實係有正面嘅影響嘅。咁除咗係官方嘅要求，譬如話你寫一本書、出版一本書，你一定要有一個中國嘅有官方身份嘅人，你先可以背書，你先可以出版。但係其他嘅咧，就嗰啲官員如果佢唔擋你咧，其實就係一個好正面嘅肯定嚟㗎啦。咁所以佢個角色不明顯，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咁講咗咁多，我諗我哋或者諗下廣州社會喺19世紀初接受牛痘嘅呢個醫術嘅一個獨特性係咩咧？廣州社會對牛痘嘅接受 ，Pearson 好早就話啦。佢話廣東接受牛痘嘅過程咧，遇到嘅阻礙咧，比預期中少。即係啲西人都覺得哇，乜咁順㗎？即係冇人阻㗎，即係呢個技術對你嚟講係一個好奇怪嘅技術。你哋即係雖然中國傳統有人痘嘅接種，但係同接種一個牛嘅痘，咁都會被接受喎。咁佢哋好覺得好奇怪嘅。咁 John Carr 1860年咧又話牛痘喺廣州同其他附近咧，以眾所周知已經大家都知，而且好受歡迎啦。所以佢經過半個世紀之後，喺廣州已經非常之普遍，非常之被廣州嘅市民或者個社會所接受㗎啦。喺上海，另外一個傳教醫生咧，佢反而話上海人大部分咧，只係只信任傳統人痘嘅接種嘅啫。呢個就係魯迅嘅地方啊！即係所以佢話哇，佢細個嗰陣時俾一個竇醫同佢種牛痘，佢就覺得哇，我哋上海好犀利喎，好先進喎。其實就唔係，Lockhart就話佢觀察嘅咧。上海人咧，其實佢寧願種人痘，傳統嘅人痘就唔種牛痘，因為對佢嚟講係陌生嘅。咁呢個係一個西洋醫生嘅觀察。咁我唔知魯迅啱就係佢啱，但係我哋有一個傳疑喺度啦。喺寧波另外一個醫生佢就話：佢除咗廣州咧，中國人對牛痘嘅接受咧係非常緩慢嘅。咁佢就仲好直接咁講。好緩慢嘅，因為呢個係一個外來嘅大家唔熟悉嘅技術，點解會被接受咧？咁Hobson咧就講到我哋香港啦。香港咧就其實好保守嘅喎嗰陣時，你比起廣州，佢話人痘喺當地咧極為即係喺廣州就極普遍，但係咧人痘喺香港極為普遍。1844年。所以牛痘就難以發展，所以呢幾個大地方，寧波、上海、香港都比唔上廣州發展得咁順利，即係呢個好特別嘅喎。咁大家亦都諗下點解會咁嚇，真係。咁除咗中國南方呢啲地方之外，呢個種牛痘，亦都係全世界咁傳播啦。譬如呢個印支半島呢個地方喺1821年就呢個牛痘就傳到去嗰度啦，但係一直到19世紀末咧都好唔流行嘅，即係好難傳出去嘅。日本1838年 Pearson 嗰本書仔咧，就第一次到日本，然後喺1842年咧，佢嗰本書咧就譯咗做日文就即係譯做中文就好早咧。頭先我哋見到嗰本書啦，咁1858年同埋江戶先第一所痘局，由江戶將軍創立，1860年明治之後先至成為公衛主要嘅活動，所以係越慢，即係遲過廣州好多下嘅啊。咁呢個就係呢個牛痘個傳播喺亞洲
大概嘅情況。所以廣州個情況係好特別嘅，呢個就係佢獨特嘅地方。咁我哋或者可以討論下，或者諗下牛痘術喺廣州嘅傳入同埋佢個推廣，佢廣為接受，佢係咪開拓咗廣州公共衛生嘅一個空間呢？即係呢個呢，我哋譬如話可以從呢個角度去思考一下，喺19世紀中期以後，廣州嘅西醫或者係即係西醫嘅進入，或者其他醫學嘅進入，係咪因為牛痘同佢打開咗呢條路，佢會比較順，就喺廣州度傳播呢？呢個係我冇研究過呢個問題，但係呢個係我覺得可以值得大家思考嘅。呢個我寫一句嘢，我自己都唔記得自己點寫。呢個我覺得係洋商，即係13行嘅商人同埋啲洋商提供咗技術個來源，然後呢個技術嘅來源係一個權威性。咁喺廣州啲人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可以信賴嘅一個來源嘅。咁呢，但係嗰啲種痘嗰啲醫生就好聰明，佢就知道呢個權威性咧係唔足夠嘅，所以佢要加入好多傳統嘅概念，譬如話針灸嘅穴道嘅概念，呢個胎毒嘅概念等等，嚟等一般嘅人都可以接受，覺得其實咁我都知啦，係咪啊？即係要胎毒啊嘛，咁所以送多幾粒啦。咁然後咧就一定要種喺呢度啊嘛，因為呢個係個咩穴道啊嘛。咁同時咁呢樣嘢咧，就等呢個技術咧就可以好順利咁推廣出去。喺其他地方，喺廣州其他地方嗰啲痘醫有冇用同樣嘅方式咧？咁呢個我哋都可以睇下啦。呢個我亦都冇做研究。譬如話上海，魯迅嘅上海嗰啲痘醫會唔會做同樣嘅嘢呢？咁我哋都可以諗下。同時都唔係淨係種痘呢樣嘢，其他嘅西方醫術入嚟中國嘅時候，佢所受到嘅抗拒，會唔喺廣州同其他地方會唔會有差別呢？咁呢個如果喺廣州係比較順嘅話，呢個係同廣州商人嘅心態，廣州商人做生意嘅手段係咪有啲關係呢？我哋都可以諗下啦。所以痘師、種痘嘅醫生同埋啲行商同埋啲官生嗰啲緊密關係，即係佢哋因為要做生意賺錢，所以佢哋關係好緊密。佢哋最主要嘅關懷就係賺錢。啲政治嘅嘢佢哋又唔係好理，咁賺錢得就得㗎啦。咁所以佢哋好快速咁提高咗牛痘術嘅醫療價值，同時減低咗社會對新技術嘅懷疑。呢個就係我覺得係廣州呢個城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咁香港都比唔上佢啊。咁呢個當然係商業嘅因素啦。我哋睇見痘師可以見到喺裏邊可以圖利嘅話咧，佢就互相想盡辦法嚟賺更多嘅錢，又做更多嘅嘢。但係佢又唔係話做壞事，佢只係將呢個技術將佢商業化，等個成個社會可以接受，同時可以變咗一種經常嘅私醫嘅行為。咁19世紀初喺公所裏邊嘅免費種痘制度呢，可以講係1870年代之後嘅廣東善堂嘅前身啦。即係除咗啲私人嘅種痘醫生，除咗邱希啊、啲 Pearson 啊嗰啲 Pearson，佢種痘當然係喺個公所裏邊啦。咁呢個係公益事業，即係呢個同洋行有關嘅啲洋行醫生有關嘅
行善行為咧，即係免費同啲細路哥喺呢個公所接種，呢個係一個慈善嘅行為咧。呢個就係同後來19世紀後來成個呢個廣東嘅善堂嘅發展，亦都有一個關係喺裏邊啦。咁我今日就大致上講到呢度。咁如果有啲唔清楚嘅地方咧，講得唔清楚嘅地方咧，就請大家問啦。因為我已經呢篇文已經寫咗好多年啦，好多細節我自己亦都唔係記得好清楚。咁但係如果大家問個問題嘅時候咧，大概可以將我記憶引導翻出嚟，可以回答大家個問題。多謝大家。多謝梁其姿教授好豐富嘅分享，即係由魯迅佢經歷嘅喺上海種豆，但係要發現祖國超過100年喺廣州已經開始流行。咁亦都講到唔單止係佢呢個研究即係廣州種牛豆嘅歷程係點樣流行啦，點樣商人嘅呢個諗法係可以幫助到呢個即係種牛豆嘅傳播，亦都講到可能亞洲其他唔同嘅情況，去同廣州有對比。咁嚟緊有啲時間可以讓大家去提問，咁睇下大家就住今日梁教授嘅分享，或者就住即係去研究醫療史、研究中國社會史嘅問題，都可以同梁教授提問。咁請問在台上有沒有讀者想要提問？可以，可以用麥嚟的。用普通話也可以啊，我聽得懂。謝謝梁教授的一個分享，然後非常有趣，非常有啟發性的一個研究。然後我其實想追着您最後的一個就是給我們的一些啟發，我想有一個追問，就是因為我沒有特別看完您這篇文，然後就是其實我很好奇，就是當時的人們，尤其是因為接種的都是不同階層都會有，然後有窮人有富人。他們對於這個牛痘的接受程度為什麼會這麼高？其實我也很好奇，因為就是說，比如我想知道您在研究的過程當中有沒有看到一些資料，是說，就是普通人他們對於這個牛痘的接受是是一個怎麼樣的演化的過程？因為我結合我自身經歷，就是因為比如前幾年大家對於疫苗的這個接受其實是有一個有一個演化的，有一個從不接受到接受。然後我也想知道，比如廣州這麼一個城市，就是當然它的這個，比如它的商業社會或者它的行商，然後整個的這個商業的運作，其實可能對它的這個疫苗的推動，就是整個是非常大的影響。但是對於普通人來說，他們的接受是一個從什麼角度接受的呢？就是說，比如這個比如它那個牛痘對於它的疾病確實是有這個有利的一面的。您有類似的材料？就是您看到的，或者有您的研究，能不能幫我們再分享一下？謝謝您。我想就是說，牛痘種牛痘本來就是一個，如果你種得對的話，應該是一個有效的醫療行為，是吧？你種了牛痘，你得到天花的幾率就很低了。所以這個是，那至於是不是這些人去種牛痘，是不是看到這個成果才去種呢？那我沒有辦法回答你這個問題。因為他們已經不在，我沒有辦法去問他，是吧？但是我覺得如果有很多人去做這個事情，你看，就是說那個誰呀、那個邱廠，他不是說很多人就是用冒他的名去騙人嘛？就是說我是邱西的那個，然後去種，就很多人就去種了，就是說。明顯的那些廣州人就覺得這個是一個有效的，特別是如果你找一個有名望的鬥士的話，這個是一個可靠的醫療行為。那我只能推測這樣子，我沒辦法去問他們是基於什麼原因去接受，但是基本上他們舉的例子，比方說可能他是誇張了哈，就是說1870年廣州有什麼多少人已經種過痘了，這可能也是他不曉得有多準確這個數字，但是起碼他給讀者一個印象，就是說這是一個很成功的一個傳播的一個行為，就是對牛傳播的一個行為。那這個
这个牛痘的传播，也是我一开始就说，其实也不是这个在广东的传播也不是第一次，第一次应该是西班牙国王推动的那一次，到全世界推动的那一次，那个其实是影响还蛮大，对全世界影响蛮大。但是当然你在广州一般的老百姓，他不会知道这个事情的，他只会看他身边的人，然后看这些身边的事情，他才接受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个在1802年这个技术传到广州，从澳门传到广州之后呢，差不多半个世纪，它已经有一定的口碑了，我只能这样说。所以是吸引了不少人去做，很多父母就带小孩去种痘的。我只是一个推测。谢谢你。杨老师你好，谢谢您的讲座。因为我的粤语也讲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也用普通话。没问题。我的问题是关于就是您用的材料，我刚刚注意到，就是涵盖了从这个19世纪初，从1800几年，然后一直到这个50、60年代新教传教士的一些材料。但我注意到它其实还是跨越了1840年这个时间段的。虽然我也不愿意用中国近代史之类的这种范畴去把这个划分开，但是确实这个南京条约它还是改变了整个广州的很多状态。比如说外国人本来只能在澳门，然后在广州待这个贸易的季节，那现在他们可以常年的待在广州，也可以在广州开医院，然后再加上香港开埠等等，所有的这些我们很熟悉的这些历史的事件。我注意到在您的这个叙述里面，它好像都没有出现。就我好奇的是，您认为这些事件对于您今天讲的这个故事的作用是有还是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以及您讲的这个牛痘这个案例，跟后来我们讲的这个新教传教士在广州开医院等等，推行这些外科手术啊等等的，这个更后面的这些案例之间，您讲的这个牛痘跟这些事情之间，它是不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这是我的问题。谢谢。您的问题是您想，因为我不是很清楚你的问题的重点是在哪里？是40年代之后这些那个变化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变化会对刚才我讲这些过程会有一些影响呢？是哪一方面的影响呢？就是或者我换一种说法，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所谓近代化的叙事。就是我感觉可能您的这个叙事跟这个近代化叙事不同，就在于近代化会强调说这个因为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人可以在这个广州开医院，以及这个新教传教士对这个外科手术所谓文明等等的这些叙事，这套叙事我们其实都还觉得挺熟悉的。反而是您今天讲的跟行商有关的，跟这个广东传统的商业文化有关的这个叙事，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非常新鲜的。我现在就是感觉就是说，好像后面的那一套近代化的叙事，在就是他提到的那些历史事件，因为您其实已经跨越到那个年代了，已经是1840年以后的了。那所有的那些新来的这些传教士啊，新开放的通商口岸啊，在这个牛痘这个案例里面是没有，其实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还是说有一些作用？我觉得作用不大了，就是说，我觉得在广州，它就传进来的从1805年到1840年中间没有什么断层，我觉得就是那些都是那些行商跟一些医生，然后跟当地的广州的一些医生一起的推动，所以已经跟后来这个其实我只是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比方说鸦片战争之后，那个其实中国人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些都是在这个之前，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互相合作的，但是这个也没有变化，在这一方面有没有变化？鸦片战争之后，洋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中国人对洋人的看法。有没有变化我就不知道，那这个变化会不会影响到当地人的医疗行为，我也不知道，这个我没有去深究过，但也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一直讲这个故事，我就觉得那种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对洋人的那种不信任、那种愤怒，在那个时候没有的。你看他们合作的那么好，所以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谢谢老师。好，这里是一个问题，然后是后边这个，谢谢。你好。然后那我就先问，我可能都不是一个很聚焦的问题，但是可能是我的一个想法。然后有两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是您刚有提一个 public hall 的那个公共场域的一个问题。然后我就是在想，因为当时19世纪他们很多当地人不太相信所谓的医院这个地方，那么就是比如说他从医院，然后将这个种豆的行为挪到了一个公共的空间，所以我会想说，当地的人是他很快的接受这个种豆的这个过程，是不是跟这个是有一个相关性的？然后，那么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种豆，它就是或者说像他们自己宣传，就是说已经种过豆，就是在他们看了或者说技术中就是一次性的这种种豆。但是就是我看了，其实当时有一些就晚近以来他们很多就是类似于哪怕是日本的或者说西洋的医师的他们自己的技术，他们说当地的人就是并不说不信任他们，而是说他们不愿意第二次来复诊，就是他们很不愿意来第二次或者说第三次，所以这种一种西式的医治的模式就全都被这种当地人不愿意再来这个行为再次打断了。然后那么就是种豆，它会不会就是有一种某种一次性的就可以你们不用再来了，所以他们这个种豆这个也技术推广这么快。对，就这个是我的一个。你的意思是说，因为种豆一次就可以完成，不用重复再种，所以就成功，是这个意思吗？就我没有，就是我是在想会不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因素。对，就是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可能他们拿来比较的就是人豆的种豆，因为在牛豆之前，中国传统是有种人豆的，就是你从一个真的出了天花的小孩，但是那个天花是一个良性的天花，那个小孩没有死去的，他是痊愈的。那个良性的，你从那个出过良性天花的小孩的豆子里面提那个浆，然后再种上去，这个人豆，这个是一个从宋以来就有的一个技术。那这个是刚才我举的例子，就是说香港人在19世纪大部分还是用人豆，那种人豆呢，它那个效果应该是很长久的。种牛豆应该是要重种的，我小孩子的时候种过好几次牛豆的，不是一次就好的。那但是这个因素种一次跟种多次有没有影响到种豆的人的行为呢？就没有资料可以提供给我们了。那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种豆的人，他们比较的东西就是跟人豆的效果来比较牛豆的效果的。谢谢老师。下條，下條。首先好感謝梁教授，因為我自己係一個廣州人，跟住我聽咗你講嘅嘢，我覺得好震撼。因為呢個離我可能有少少遠啦，所以但係咧你講得好清楚，所以我都好感興趣，覺得係一個好值得深究嘅一個話題，話俾我翻去問下我廣告嗰啲。但係我今日嗰個一個問題咧就係啱啱我聽到你講話因為好多呢啲引入牛狗嘅人，可能佢係一啲13項嘅商人，跟住佢為咗可以等更多普通人去接受呢一個牛狗，佢會引入好多啲中醫嘅概念。我想問下就係因為佢哋係商人，佢哋唔一定係非常了解中醫或者非常了解醫學，佢係單純係因為賺錢嘅目的去作呢一個嘢出嚟咧，淨係佢真係確有件事。做呢樣嘢嘅人咧，就唔一定係嗰啲商人，嘅商人真係出本資本，即係要整個豆局，咁就請啲豆師嚟做呢件事。
咁將嗰啲咁嘅穴道啊、胎毒啊呢啲觀念整入去嘅咧，就唔係嗰啲商人嘅，而係嗰啲導師本身嘅策略嚟嘅。咁呢個咧，但係當然呢啲咁嘅概念，呢個搭胎毒也好，呢個係咯，即係呢啲概念咧，其實一般人都有㗎啦，即係本社會上面有，即係佢哋習以為常㗎啦，所以佢哋用呢啲概念嚟吸引顧客咧，其實係我覺得係好自然嘅，佢哋未必好清楚究竟有效定冇效，定係喺度亂噏，佢哋自己可能冇乜概念嘅，但係老老實實佢做咗又冇乜害嘅喎，佢完全冇害過，但係佢令你信任呢樣嘢。所以我先覺得佢哋係有一個生意佬嘅精神啊！即係佢哋唔會係一個科學家，我要真係要睇下係咪穴道啱嘅先，佢唔會咁諗。我同你講有穴道，咁嗰啲人就信啦，咁我咪做咯，咁又冇乜壞嘅喎，做咗，咁咪做咯，我覺得係咁。好，謝謝梁教授的分享啊。那個我說的不是提問啊，我是從那個剛才兩教授分享的這些素材上，我想到了跟可能當前的一些那個我們現在的一些行為的一些關係。第一個，我覺得當年那個為什麼在廣州最早那個去接受這個流動這種接種，因為這個當年廣州它也是那個第一個對外通商的一個口岸。對，它的所以說對外通商口岸，它的其實對於整個中國來說，資本主義那種思維萌芽的話，也應該是在廣州，這個是最早。那麼那個時候，就是資本主義的它的一個行為就是有利益去驅動它去做，通過以個人的驅動利益的驅動去做一些事情，使自己獲利，同時讓可能更多的人去獲利啊。在這種一種開放的這個資本主義的這種思維的這種萌芽的這種地方的話，我覺得當時的這個政府官員應該是對這些事情就管得少，管得少的話，其實它反而是發展得更好。其實就跟當前中國的內地的其實很多情況是一樣的，政府插手越少的地方，可能它發展得更靈活更好。其實現在也是這樣的，但是一旦如果說有些比如說發展得好，這個時候我有什麼介入，可能慢慢它就真的就做得不好。這個其實現在也是這樣的。第二個是那個當年其實也一個關鍵是因為西洋的醫生主要是集中在澳門啊、廣州這些地方，這個我覺得是這個流動為什麼在廣州最早去接受，也因為當年的這個西洋的醫生很多，這個是有關係的，所以其他的應該西洋醫生更少，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個關係。第三，我覺得是那個就是那個西醫，它那個流動接種的這個為什麼會加上說本地的一些這個醫術的去配合結合，我覺得有點像當前的這個為什麼有時候做中西結合的這個其實是一個道理。現在有時候為什麼西醫要加上中醫，它其實不是說是真的是這個中醫它有效，因為中國人他可能對於西醫的那些東西，因為那個是門檻很高，很難聽懂。你想讓那個患者他要去接受一種醫術，你光用西醫的那種語言他是聽不懂的，你可能通過中醫的這種就像講故事一樣，讓這個患者他能夠聽懂這個為什麼有效，是因為什麼呢？把中醫的那個什麼易筋經的那東西然後講出來，推廣就更順利。這是我通過今天的這個想到的一些。後面那個應該沒有錯，但是我不覺得這個叫中西結合，就是兩回事。是兩回事。就是說你是用一種語言，或者是某一些中醫的概念來包裝你這個東西，來吸引人。對，我
这个不是中西医结合。就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包装。对对，是一个包装，没错。那这个包装是有效的，就是你可以吸引更多的病人进来，因为你跟他讲的时候，说为什么用牛的豆可以好呢？这你很难让人明白的，是吧？所以如果你用一个穴道啊，这个你就可以让他明白了，你就不，就是这个是一种推销的技巧，对。梁教授好，就是我在文中读到你们提到说19世纪下半叶发生世纪初，就是那个广东商人本地商人在那个建立了自己的善治堂。然后我想问的是，就是您提到说当时的广州政府力衰落，中外之间越发不信任，我想问一下这个不信任体现在哪里？我这个什么不信任？就是您在文中提到说当时的广州政府力衰落，然后中外之间存在着越发的不信任感。我想问一下这个不信任感体现在哪里？你说什么时候的不信任？19世纪下半叶发生啊，对呀、就是刚才我们不是提了这个了吗？就是鸦片战争之后嘛，就是说中西的那个信任已经没有了嘛，就是说这种有一种矛盾在那里了。这我今天讲的完全是这个是之前的，所以我说为什么会那么顺在广东？因为那种商人，无论是中国商人或者是洋商，他们合作的很愉快。大家一起赚钱，为什么不好？但是到了后来鸦片战争之后，这个气氛完全没有了。是因为政府之间的敌对外交吗？那对于商业活动来说，还有这种公共事业，有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信任呢？你想象，鸦片战争发生了，你对那个洋人你还信任他吗？会吗？你还信任他吗？就是政府之间的行为会影响到这种民间这种公共卫生的交流。我相信会有一些作用，因为已经一个战争发生了吧，是吧？那你要就是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屈辱啊。那你怎么可以这些一般的老百姓可能也是对那些洋人会有产生反感呢？那你何来信任呢？这我觉得是很自然的。那我觉得之前这些都不存在，他们非常合作，没有任何的矛盾冲突啊。那为什么你这个洋人要卖给我鸦片呢？因为有一个到了后面，在鸦片战争之后有一个我忘了是谁，我有在文章里面我提到，就是说有一个好像婉元写了一首诗，就是鸦片战争之后，他就是说洋人就卖这个鸦片给我们，但是呢这个种豆呢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婉人他可以区别这两个东西，但是一般的人甚至是医生他大概很难区别，有一个情绪在里面，对这个洋人有一种不信任的，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当然我这个也是一种推测，但是你看婉元那首诗，我等一下再找出来一首诗，你就会看到那个是很大的一个心理障碍的，就是说洋人你用这个鸦片来卖给我们，那个毒品来卖给我们，然后我还相信你这个牛痘吗？我不知道，那个还没有，那个时候那个牛痘事情不是发生在那一刻，所以还没有这个。但是之后，这两者之间的信任就很难再建立起来了。我还看到的是，应该说你也知道，说那个广东本地上的他建立的善党，也引发了西方人的猜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引发这种猜疑？我听不太明白。我说就是您在书中也提到，就是1871年广东本地商人也在那个建立了自己的善堂，就是也提到说引起了西方人很大的猜疑。我想问一下，这个猜疑感从哪来？就是就是广东本地商人建立了善堂，然后您在文中提到说引起了西方人很大的猜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猜疑感是从哪来？猜疑。就是广东人开了善堂，引起外国人的猜疑，是我写的吗？我忘记在什么 context 讲这句话了，在哪我现在也没有这个 text，
是哪一个善堂成立？哪一个善堂？就最早的爱玉善堂，在公所的旧址上。66页。因为我英语不太好，就是一直在听你的，没有听你的。66頁，是66頁嘛？啊，对，66。 66。等一下，我看一下哈。66页是吧？66页第二段吗？对对对。对，那个不是那个差异，并不是一个医学上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他这个洋人觉得中国人你现在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说我们也可能这样做，我们也可以做善堂，可以做很多善事，我不需要你们洋人，是这个意思啊？社会觉得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关系？竞争。你也可以说是一种竞争关系吧，就是说以前，就好像说啊，你们现在可以做了，我们就是说以前我们做的就没用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那我再看一下哈，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这个鸦片战争之后，这个洋人跟中国人，广州的中国人已经互相不信任了。你做任何的事情，他都可以觉得你是针对我的。那如果在这个事情，比方说，如果是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他一定不会这样讲的。你这样做，在这个事发生之后，他会这样讲，他就说哦，我开一个善堂，我救济很多人，有什么不对呢？然后他就说啊，你是针对我，因为你觉得我做的不够，是不是？你懂我的意思吗？鸦片战争就打破两国之间的信任。对，我觉得就是打破兩者之中的信任啦，已經沒有信任啦。可能時間差唔多夠，我都代表網上有啲少少提問，阿梁教授可以回答。有人問官府管得少嘅話，即係管牛痘。梁教授講到有啲人冒充休希出嚟呃人。係啊。咁其實官府會唔會管呢啲騙案咧？即係如果呃人多，其實都會影響牛痘嘅接受程度。我諗唔會，我冇任何資料，讓我等我可以好充分咁回答呢個問題。但係我覺得，即係就當時嘅社會情況嚟講就唔會嘅，應該係唔會嘅。係。另外一個問題就想請問梁教授，可唔可以即係講下牛痘接種嘅歷史，係咪彰顯咗一種喺南方傳統之下嘅資本主義初步嘅發展同埋過渡咧？呢個係咪同你所提及嘅公共領域嘅萌芽係相關？牛痘，你再講多次。即係牛痘呢個歷史係咪彰顯咗喺南方呢個傳統底下資本主義初步發展？同埋即係亦都會有同呢個地方嘅公共領域嘅萌芽係有關。我睇唔到資本主義喺邊啊！即係唔係資本主義，我覺得同資本主義冇乜關係。因為嗰啲行商喺廣州，當然你可以話佢係一種資本，但係一種即係佢好多錢喺嗰度做生意，你或者可能係一個資本主義嘅行為啦。但係同牛痘嘅關係，牛痘喺呢個資本主義嘅喺廣州嘅資本主義裏邊，我就覺得即係佢喺廣州呢個資本主義情況之下發生，佢係冇因為資本主義呢樣嘢而影響佢喺廣州嘅傳播，我覺得係咁樣，即係。我覺得唔係資本主義，而係商人精神。我覺得係兩件事嚟嘅。係商人精神比較明顯係。
另外咧，就有個問題就係問當時廣州嘅豆師，即係有錢人裏邊啲小朋友咧，種豆會攞到報酬。咁好奇有冇資料會記佢哋攞到幾多報酬㗎？我有少少零散嘅資料嘅，但係冇啲系統性嘅資料。係明白。最後兩個問題啊，可能係咁都係一啲比較闊嘅，即係可能關於點樣做研究學上有關。咁其實有一位就問得好闊，佢話仲可唔可以報讀梁老師嘅港大嘅博士？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好想請教梁教授，就係點樣喺即係你嘅研究心得裏邊，即係喺咁浩繁即係嘅地方嘅史料，其實好多來源好多，你點樣去揾？點樣去意識一啲研究問題出嚟做研究？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題目，但係我諗都係從你研究嘅心得去問，點樣喺浩繁嘅資料裏邊揾研究問題？咁就唔可以跟我寫博士論文，應該我已經退咗休啦。咁呢個好簡單啦。咁第二個問題就好難回答啦，因為我覺得每個研究題目咧都唔一樣嘅。即係我呢一世都係做研究咯，唔識做第二樣嘢。咁啊，但係每一個研究題目個困難度都唔一樣。即係我點樣揾資料都係視乎我嗰個題目係乜嘢，我想回答一個咩問題，我想解決一個咩問題。但係每一個研究呢啲問題都唔一樣嘅，我好難一概而論。即係冇一個方法可以解決10個困難嘅。我覺得每一個研究都係有佢自己具體嘅困難，你就係要針對嗰個困難去施展你所有嘅能力去解決呢個困難。咁至於點樣做咧，真係要冇得好抽象咁講，你一定有一個具體嘅問題，即係我前邊我先可以回答。但係從梁教授所講就係一啲 no shortcut， 你要付出努力嚟到去探究嘅精神。咁好多謝梁教授嘅演講同埋答問，亦都多謝大家，多謝各位好豐富嘅問題。咁大家如果想同梁教授交流或者想睇佢簽書咧，佢都可以留步一小陣子，咁可以嚟到去幫大家簽書，或者你可以傾幾句。咁再次多謝大家出席啦，多謝大家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嘅呢個講座，亦都再次多謝一本讀書會同埋大學書店借咗場地。好，唔該晒大家。